想揾荃灣區嘅優質公貿物業？今日為大家介紹位於荃灣公貿核心地段嘅優質物業安泰國際中心。大廈採用現代化玻璃幕牆設計，氣派非凡，可以集寫字樓與工業用途於一身。地理位置得天獨厚，正位於荃灣站同荃灣西站嘅交匯點。無論係出中環傾生意，定係經深港西部通道上深圳口岸，交通都非常便利，盡享大灣區優勢。今次重點推介嘅係位於低層嘅罕有特色單位，單位面積約2400平方尺，間隔方正實用，仲擁有特高樓底，空間感十足。而最震撼嘅就係單位連帶一個面積約3996平方尺嘅巨型平台，喺同區絕對係非常罕有。無論做特色 showroom 定係專屬活動空間，都充滿無限可能。大廈嘅硬件配套同樣出色，擁有華麗客梯大堂，配備2部客梯同3部貨梯，樓面負重達150磅，仲有專屬卸貨台，可以直入40尺大貨櫃，絕對滿足到物流同大型貨物頻繁出入嘅需求。憑藉成熟嘅配套同優越嘅地理位置，安泰國際中心絕對係你創業或者投資嘅信心之選。想了解更多，歡迎隨時聯絡美聯工商鋪。